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呢一本《認知覺醒：開啟自我改變原動力》。呢本書係為一啲想改進自己，但係又冇一套有效方法嘅朋友而設。唔知大家有冇試過覺得花咗好多時間，但係一直都係浮浮沉沉，未見進步，而且距離目標仍然好遠呢？譬如好似係睇咗好多書，上咗好多 course， 聽咗好多 podcast， 但係始終都好似唔係好吸收到，記到嘅嘢好少，喺生活之中冇咩轉變，繼續都係浮浮沉沉，冇因為吸收多咗資訊而令到生活有啲乜嘢起色。再衰啲嘅係，甚至仲會因為覺得自己睇咗咁多嘢，學咗咁多嘢都係咁上下，就開始產生焦慮，變得迷茫，自我懷疑，唔知到底仲應唔應該堅持落去。如果你都試過有呢一種感覺，今日呢本認知覺醒就好啱你啦。因為其實你可能一直都係用錯咗方法，令到自己行咗好多冤枉路。只要你用啱對策，你嘅努力就唔會白費啦。作者周嶺都有呢一個咁樣嘅經歷㗎，終於佢就的起心肝去鑽研有效、科學化、符合大腦運作嘅學習方法，又研究成功人士同一般人嘅分別，究竟有啲乜嘢習慣令到佢哋比其他人出類拔萃，而且我哋又係點樣可以應用到呢啲方法出嚟，令到我哋日常學到嘅知識同埋資訊真係可以喺我哋人生之中顯現出嚟，從而令到我哋不斷進步呢？首先同大家講下想自我改進嘅時候嘅心理狀態係點啊？我自己好多時都會好似作者咁樣，一開始想改進自己嘅時候就會一鼓作氣，但係大家都知道啦，要改變舊有習慣唔係咁易㗎。當遇到阻滯嘅時候，心入面就會開始有好多小劇場，然後就會泄氣同埋焦慮。作者就歸納咗5種情況。完成嘅焦慮，我諗大家都會試過有呢一種嘅經驗嘅，就係每日本身例行要做嘅事已經好多啦，譬如係返工啦，已經係用晒啲時間，結果原定計劃想做嘅嘢就受到耽誤，想睇多本書又睇唔到，想做下運動又冇時間，個心就感到唔踏實啦。定位嘅焦慮，就係喺初始階段嘅時候就將自己同啲精英去比較，從而造成焦慮同埋心理壓力。譬如有時我哋會諗，佢咁年輕就有咁大影響力，又或者係佢哋已經係佔晒先機㗎啦，我而家先至起步，遲唔遲啲啊？唉，仲諗住有條咁正嘅橋只有自己先諗到啦，冇諗到已經係有人做咗㗎啦。嗱，諸如此類呢一啲嘅錯誤定位只會俾人覺得一切都已經係嚟唔切，打擊自己嘅自信，令到自己失去動力。選擇嘅焦慮，有時選擇太多都會令人陷入焦慮嘅，就好似突然有一段自由嘅時間啦，但係就因為想做嘅嘢太多，最後因為搖擺不定而嘥晒啲時間，但係又靜唔到心落嚟做最重要嘅事。或者根本唔知道最重要嘅事係啲乜嘢。又譬如我哋就一件事情，好多時都會睇好多唔同專家嘅觀點，但係呢啲觀點有時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都令人幾咁糾結噶。就好似A 就會話睇書係要逐粒字睇嘅，成本書都要睇晒，而 B 就可能會話我哋其實係按照主題去睇就得噶啦，唔使成本睇晒噶。兩個人嘅講法睇起上嚟都係啱嘅，但係個觀點又完全相反。到底我哋應該用邊個方法呢？其實人天生都係鍾意確定性，面對多元同埋不確定，靠天生嘅習性係好難應對。環境嘅焦慮，有時候我哋不得不面對一啲外在環境嘅限制㗎，譬如因為家庭啦、工作嘅影響，有啲嘢我哋想做就做唔到㗎。但係有啲嘢我哋唔想做就必須要花大量嘅時間去做。呢一種低效或者無力有時都會令到人哋幾抓狂㗎。難度嘅焦慮，我哋有時做嘢係會俾難度嚇窒㗎。譬如覺得有啲書好深就會唔想睇；有啲文章覺得好難寫就會遲遲唔落筆；有啲技能好難學，我哋又會遲遲都下定唔到決心。
其實真正能夠令到你變強嘅嘢，佢嘅核心困難係冇辦法迴避㗎。如果我哋唔下定決心，始終都喺周邊嗰度打轉，時間越長就會越焦慮。總結以上幾點，焦慮嘅原因不外乎就係我哋想同時做好多嘢，但係又想立即睇到效果。作者呢就引用咗作家王小波佢所講，人嘅一切痛苦本質上都係對自己無能嘅憤怒。焦慮嘅本質呢亦都係好符合呢一個觀點嘅。自己嘅慾望大於能力，但係又極度缺乏耐心。我哋之所以會焦慮，就係因為慾望同埋能力之間差距過大。而作者就話，更進一步嚟講，焦慮亦都同我哋大腦嘅生理結構有關。我哋大腦嘅結構會令人類天生傾向避難就易同埋急於求成，亦都即係話喺我哋內心深處好早就埋下咗傾向避難就易嘅種子㗎啦。即係想唔使點樣努力啦，就可以立即睇到效果，又想急於求成，同時做到好多嘢。作者話，如果我哋想對症下藥，改變呢一種避難就易嘅天性，就要從認識大腦開始。三重大腦，我哋人類呢，其實係有三重大腦嘅喎，理智腦、情緒腦同埋本能腦。本能腦因為源於爬行動物時代，本能腦呢又叫做爬蟲腦。本能腦嘅結構係好簡單，只有一個原始嘅反射模組，可以俾爬蟲類動物對環境快速做出本能反應。譬如就係話遇到危險嘅時候呢，就會戰鬥或者係逃跑；遇到獵物就會捕食；遇到心儀嘅異性就會追求。簡單嚟講，就係主管我哋嘅本能。情緒腦到咗大約2億年前，地球開始出現哺乳動物，佢哋為咗適應環境，逐漸進化出情緒。有咗情緒，哺乳動物就可以喺惡劣嘅環境之中大幅咁提升生存優勢。譬如恐懼嘅情緒可以俾自己遠離危險，興奮情緒可以俾自己專注捕獵，愉悅情緒可以增強同伴間嘅親密度，傷心情緒可以引嚟同情者嘅關愛等等。呢個喺大腦發展出嚟嘅一個獨特情感區域，腦科學專家稱之為情緒腦。理智腦直到7萬至20萬年前，人類先至真正喺大腦前額區域進化出新皮質，成為一個無與倫比嘅腦區。佢令我哋產生語言、創造藝術、發展科技、建立文明，從此喺呢一個星球上面佔有絕對嘅生存優勢。呢一個主管認知嘅新腦區稱為理智腦。喺我哋嘅大腦入面，由內至外至少有3重大腦：年代久遠嘅本能腦、相對古老嘅情緒腦同埋非常年輕嘅理智腦。好顯然，我哋嘅大腦並唔係預先設計好㗎，而係好似一台左搭右搭組裝出嚟嘅電腦。主機板呢就好舊㗎啦，顯示卡都係好舊，但係中央處理器呢就係新嘅喎。所以3重大腦一齊做嘢嘅時候呢，必然係會出現好多相容性嘅問題。高階嘅理智腦係人類所獨有，佢令到我哋有遠見、善於權衡，能夠立足未來，獲得延遲滿足。從呢個角度嚟睇，本能腦同埋情緒腦確實係比較低階一啲。不過理智腦雖然高階，但係比起本能腦同埋情緒腦，佢嘅力量實在係太弱小啦。除咗因為理智腦相對本能腦同埋情緒腦嘅發展歷史係短好多之外，亦都因為喺我哋成長嘅歷程，理智腦嘅發育亦都係最遲嘅。當中一個更加重要嘅原因係，本能腦同埋情緒腦雖然睇起嚟好低階，但係就掌管住潛意識同埋生理系統，時時刻刻掌控我哋嘅視覺、聽覺、觸覺，掌控住我哋嘅呼吸、心跳、血壓。所以佢嘅運行速度好快，至少可以達到每秒1100萬次，堪稱可以媲美當今世界上面運行速度最快嘅個人電腦。而理智腦嘅最快運行速度只係每秒40次，
相比起嚟咧，簡直係太弱雞啦，而且咧仲好高耗能添。所以我哋喺生活之中做嘅大部分決策，往往源於本能同埋情緒，而並唔係理智。喺我哋進化歷程之中，為咗生存，原始人要盡量節省能量，好似思考、鍛鍊呢一種耗能高嘅行為，都會被視為對生存嘅威脅，會被本能腦排斥。畢竟喺原始社會之中，如果唔可以節省能量、及時行樂，話唔定咧有邊日就會俾野獸食咗啦。所以唔使用腦嘅娛樂休閒行為咧，就深受到本能腦同埋情緒腦嘅歡迎。由此可見，本能腦同埋情緒腦嘅基因一直都俾生存壓力塑造住，所以天性就係目光短淺，傾向即時滿足。亦都因為佢哋主導住大腦嘅決策，所以呢一啲天性亦都成為人類嘅默認天性。所以一切都明朗啦。我哋做唔成事，並唔係因為願望唔夠強烈，亦都唔係意志力不足，而係因為目光短淺、傾向即時滿足嘅默認天性太過強大。例如，我哋明知道高糖高熱量嘅食物係唔可以食咁多，但係總係諗住食埋今次先算啦。我哋明知道沉迷手機唔好，但係總係放唔低部機嘅。每次理智腦同本能腦、情緒腦對抗嘅時候，敗陣嘅總係理智腦，甚至有時候佢都仲未嚟得切啟動，身體就已經俾本能同埋慾望挾持咗啦。所以作者認為成長係克服天性嘅過程。基本上我哋人類係生嚟就混沌。根本原因在於我哋出世嘅時候，理智腦係太過薄弱啦，無力擺脫本能腦同埋情緒腦嘅壓制同埋掌控。而覺醒同埋成長就係令到理智腦盡快變強，以克服天性。邊個可以喺呢一方面主動，就可以喺現代社會之中佔有更大嘅生存優勢。所以我哋要設法令到理智腦變得強大，咁樣先至可以消除混沌，走向成功。所以作者話，人生係一場消除模糊嘅比賽。當我哋知道咗大腦分為唔同嘅功能，就會明白點解人類會傾向避難就易。跟住落嚟，作者就加多咗一個概念，就係潛意識。人類嘅大腦係有意識分層。試諗下機械人同埋人類嘅分別。機械人嘅每一個動作，包括轉動佢嘅身體、彎曲手指、提高說話嘅音量等等，喺佢嘅大腦之中都係由精確嘅數值控制。一旦斷電就會停止運作。但係人唔同㗎，如果係暈咗冇咗意識，雖然會攤倒喺地，但係心跳、呼吸同埋消化嘅功能並唔會立即停止嘅，因為佢哋係受到潛意識控制。除非我哋係物理死亡，否則我哋嘅潛意識永遠唔會消失。如果同機械人一樣，用數值控制我哋每一塊肌肉，調節每一種激素，處理每一個神經信號，咁我哋人類就根本無法存活㗎啦。因為即使係舉手投足呢一啲睇起上嚟簡單嘅動作，大腦都係要處理海量嘅信息。為咗生存，進化之手巧妙咁樣採用意識分層嘅手段，令到潛意識負責生理系統，意識負責社會系統。如此分工，意識就會得到解放，可以全力投入複雜嘅社會活動。意識分層帶俾人類極大好處嘅同時，亦都帶嚟一啲副作用，就係模糊。因為處理各種信息嘅速度唔對等，頭先都提到本能腦同埋情緒腦係掌控潛意識，佢哋嘅運作係好快㗎，因此潛意識好輕易左右到意識。但係相反，意識就好難介入潛意識，所以人類總係做住自己唔理解嘅嘢。譬如明明係想去學習，結果一轉身就會拎起手機嚟玩。明明知道有啲擔心係毫無意義，但係總係忍唔住陷入焦慮。就好似身後面有個影子，佢可以影響你，但係你又唔知佢係乜嘢。呢一種模糊嘅感覺會令到人迷惘同埋恐懼，繼而就會影響我哋嘅認知、情緒同埋行動。
最後阻礙埋我哋嘅人生方向。模糊正係人生困擾之源，而人生亦都係好似一場消除模糊嘅比賽。邊個模糊越嚴重，邊個就會越混沌；邊個嘅模糊越輕微，邊個就會越清醒。不幸嘅係，人類天生就唔鍾意學習同埋思考，因為呢咁樣做係極之耗能。喺漫長嘅進化過程之中，生命嘅首要任務係生存。於是基因自我設計嘅第一個原則就係節能。凡係耗能高嘅事，都會被視為係對生存嘅威脅。而潛意識係冇思維，只有本能，所以佢會努力令到身體走低耗能嘅路線，誘導我哋娛樂享受。亦都即係話，本能通常都係阻礙學習㗎。而人若果唔學習，又無力克服本能，呢一個惡性循環就會令我哋嘅人生一開始就會陷入混沌。若非有外力嘅壓迫或者係牽引，我哋往往係好難可以逃脫。學習知識嘅目的就係消除模糊，而獲取知識嘅方法亦都係消除模糊，目的同埋方法一致。優秀嘅人會傾向做高耗能嘅事。譬如學霸嘅秘訣呢，就係在於佢哋願意花更多嘅時間確認錯誤，並且集中精力去攻克。而學習成績一般嘅同學更加鍾意重複已經掌握咗嘅部分，對真正嘅困難就隻眼開隻眼閉，希望可以蒙混過關。結果模糊點就會越積越多，以致無力應付。真正嘅困難總比想象之中要細好多㗎。我哋人類拖延、糾結、畏懼、害怕嘅根本原因，往往唔係事情本身有幾難，而係內心嘅想法變得好模糊。就好似喺3000公尺田徑比賽開始之前，不知名嘅恐懼會令人緊張到全身發抖。等到一旦開跑，就不得不同呢一種恐懼正面交鋒嘅時候，我哋就會發現3000公尺都不過係咁啫。如果我哋再積極一啲，學會從一開始就主動正視佢、拆解佢、睇清楚佢，或者嗰種緊張就唔會困擾住自己，甚至我哋可以更加鬆容咁樣享受比賽。所以作者認為，好多人會將行動力不足嘅原因怪罪為環境干擾，或者係我哋嘅意志力弱。其實行動力不足嘅真正原因係人類傾向逃避不確定性。當我哋嘅頭腦之中有好多模糊嘅選項時，我哋就會不自覺咁選擇嗰個最清晰、簡單同埋確定嘅選項。亦都即係話，當我哋冇足夠清晰嘅指令或者係目標嘅時候，就會好容易選擇享樂，放棄嗰啲本該堅持但係比較燒腦嘅選項。所以要令到自己更勝一籌，就必須要學會花費更多嘅努力同埋心力去思考點樣擁有足夠清晰嘅目標。我哋要將目標同埋過程精細化、具體化，喺諸多可能性之中建立一條單行通道，俾自己始終處於冇得揀嘅狀態。而呢一本書跟住落嚟就會從認知力、專注力、學習力、情緒力、行動力同埋習慣力幾個大方向入手，去分享一啲方法，幫助大家去克服我哋嘅天性，消除呢一啲模糊嘅狀態，令我哋變得越嚟越成功。學習專注，天才都要刻意練習。我哋成日都會羨慕有啲人呢，點解咁聰明咁醒㗎？佢真係一個天才嚟嘅。作者就話呢，天才都係需要大量嘅練習。或者應該話係正確嘅方法，加埋大量嘅練習，造就咗天才。咁咩叫做正確嘅方法呢？作者就講到深度沉浸嘅能力係當中嘅關鍵。佢話能力強者嘅優勢就係在於能夠主動屏蔽干擾，選擇需要嘅訊息，並且係沉浸其中。有啲人甚至會故意喺聲音嘈雜嘅地方鍛鍊專注力，令到佢擁有隨時隨地可以進入深度閱讀同埋思考狀態嘅能力。不過就好少人可以清楚咁講出呢個深度沉浸能力究竟係乜嘢，應該係點樣獲取。
作者就話，其實呢一種能力就好似一項技術咁樣，係可以練翻嚟嘅。作者周嶺喺書入面引述咗心理學家安德斯、艾瑞克森同埋科學家羅伯特普爾喺佢哋嘅著作《刻意練習》之中提到嘅論述。佢哋經過大量嘅研究之後指出，所謂嘅天才其實並唔神秘，佢哋嘅本質係正確嘅方法加上大量嘅練習。換言之，我哋冇變到好似天才咁卓越，係因為方法唔啱或者係練習唔夠。就方法而言，絕大多數人喺缺乏指導之下嘅努力都係屬於天真嘅練習，即係話重複咁做某樣嘢，並且指望只係靠不斷咁重複就可以改善表現、提高水平。呢一種只係靠重複嘅埋頭幹，同正確嘅方法根本就係相去甚遠。正確嘅方法呢，通常係具有以下4個特徵。第一，係有定義明確嘅目標。譬如話你要練琴，咁就話俾自己知，連續3次唔犯任何錯誤，以適當嘅速度彈奏完整嘅曲目，而唔係我要練半個鐘呢啲咁籠統嘅目標。目標定義得越明確，注意力嘅感知精確度就會越高，精力越集中，技能越精進。如果目標太大，咁就將佢分解成為小目標，咁樣做亦都係為咗令到目標更加具體同埋精細。第二，練習嘅時候要極度專注。大家都知道專注嘅重要性，但係沉浸嘅關鍵係要做到極度專注，亦都即係話喺短時間裡面投入100%嘅精力，比長時間投入70%嘅精力好。因為專注嘅真正動力呢，並唔係毅力同埋耐心，而係不斷發現技巧上面微妙差異同埋持續存在嘅關注點。精力越集中，就感知越細微。極度專注唔單止係學習嘅關鍵，亦都係靈感嘅來源。芭芭拉·歐克利就曾經喺《大腦喜歡這樣學》呢本書之中咁樣介紹，大腦喺學習嘅時候係有2種模式，一種係意識嘅專注式思考，另一種係潛意識嘅發散式思考。當我哋運用專注式思考嘅時候，其實就係運用緊我哋嘅意識。呢個時候，當我哋好專注嗰陣，我哋嘅前額葉就會將訊息傳遞到我哋思考內容相關嘅各個腦區，將佢哋連結起嚟。而潛意識嘅發散式思考就係俾大腦跳出我哋原先嘅工作區域，然後隨機咁樣同我哋腦入面唔相關嘅區域進行連接。有時我哋突然之間靈機一觸，啲創作靈感湧上嚟，又或者忽然間叮一聲，諗到點樣解決一啲棘手嘅問題，其實都係我哋嘅潛意識幫緊我哋。當我哋專注思考嘅時候，就係用緊我哋嘅意識。咁而如果我哋想令到潛意識工作呢，就必須要滿足一個條件，就係徹底關閉清晰嘅意識。即係話，當我哋專注到咁上下，就要停一停，再將注意力轉換到另一件同呢一件事毫不相關嘅事情上面，亦即係做緊嘢嗰陣呢，就要極度投入，之後就要完全轉毛，完全將件事擺低，俾意識徹底放手，等我哋喺後台嘅潛意識幫我哋做嘢。咁樣呢，靈感同埋答案出現嘅機率就會更加高啦。所以呢一點亦都解釋到點解我哋有時會喺去緊廁所啊、沖下涼啊，又或者係好 relax 嘅時候呢，忽然間會諗通啲嘢啦。反而死坐爛坐呢，又未必會有成果嘅喎。其實就係因為我哋嘅潛意識喺我哋刪咗個意識之後呢，幫我哋做嘢。可見好嘅學習模式就係喺做緊 A 嘅時候全神貫注 A， 喺做緊 B 嘅時候全神貫注 B。A 同埋 B 兩件事之間係有非常清晰嘅界線。然後譬如當你做緊 A 呢一件事做到咁上下，就要跳翻出嚟放低 A 呢一件事，咁你嘅潛意識就會喺呢個時候幫你做嘢啦。或者之後你會忽然間對於 A 呢一件事應該點做好啲，有更多嘅靈感。但係如果做緊 A 嘅時候諗住 B， 或者係做緊 B 嘅時候諗住 A 呢，咁樣意識工作嘅深度就會唔夠。潛意識亦都會無法順利開啟。呢一種邊界不清嘅習慣對於提升能力嘅傷害係好大㗎。所以
要學習就要徹底專注，要玩就要玩到痛快。呢句説話就清楚咁説明咗界線分明嘅習慣對我哋性情同埋能力嘅培養有幾咁大嘅好處。第三就係能夠獲得有效嘅回饋。一般嚟講，我哋不論做任何嘢都需要透過回饋嚟到確認自己係邊方面仲有不足，同埋點解會表現未如理想。如果少咗回饋，我哋既容易出錯，又容易走神，而且好難快速提升個人能力。因此，有教練指導係件好事嚟㗎，有老師批評亦都係好事。閉門造車式嘅練習唔單止容易令人分身走神，亦都會令到自己長期係低水平層面徘徊。所以諗盡辦法得到及時有效嘅指導同埋回饋係不斷精進嘅重要條件。如果條件有限，回饋亦都可以透過其他方法，譬如係同其他人交流或者係自我反思嚟到獲取。第四，始終喺拉鋸區度練習，一味重複已經掌握嘅嘢係冇意義㗎。但係挑戰太難嘅任務，亦都會令到自己感到挫敗，兩者都無法令人進入沉浸狀態。所以好嘅狀態應該係介於兩者之間。喺《心流》呢一本書入面就提出咗一個模型，當我哋對當前嘅活動感到厭倦嘅時候，就說明應該提高難度；當我哋對當前嘅活動感到焦慮嘅時候，就說明應該保持呢個水平專注練習。咁樣反覆喺困難同埋容易之間交替，亦即係處於一個拉鋸區之中，咁樣就可以令到自己進入心流渠道，沉浸其中。你有冇試過有咁樣嘅經歷呢？就係鍾意一樣嘢而沉溺其中，無法自拔，忘記時間，唔知道疲倦，亦都不論呢一件事係咪娛樂消遣，抑或係學習研究，呢一種沉浸都係可遇不可求嘅自發狀態。但若果想喺某方面有成就，就唔可以依賴呢一種咁唔穩定嘅自發狀態，而要將呢一個自發狀態變為我哋嘅行為模式。因為我哋面對嘅唔單止係興趣，仲有令人心生畏懼嘅核心困難。亦都即係話，我哋應該恆常都要做嗰啲令到自己感到有啲困難，但係又可以透過努力嚟到完成嘅嘢。咁我哋先可以跳出舒適區，避開困難區，處於可以令我哋達至心流嘅拉鋸區。所以作者話，我哋可以依據上述4點嚟到建立主動沉浸嘅行為模式。時常練習就可以將呢個模式固化為深度沉浸嘅底層能力，再延伸到生活嘅各個層面之中。然後只要再刻意重複咁樣去學習，我哋就可以真正喺高效嘅學習模式之中。久而久之，你都可以透過鍛鍊喺你所努力嘅領域上面成為一個高手啦。頭先我哋都有講到，發散式思考可以啟動潛意識，幫助我哋獲得靈感。作者就話咧，我哋嘅潛意識嘅作用唔止咁少㗎，有時可以幫助我哋避過危機，而且有時學習咧都係要靠運用潛意識幫我哋做判斷嘅。1941年，德軍對英國本土進行猛烈嘅空襲。當時嘅英國首相丘吉爾成日都喺深夜搭車去各個陣地度視察。有一晚，佢啱啱結束完視察之後，準備離開。當佢嘅助理為佢打開車門嘅時候，丘吉爾就繞過去架車嘅另一邊，打開另一個車門呢，就入咗去。冇幾耐，有個炸彈呢從天而降，就喺架車附近爆炸咗，差啲就炸咗丘吉爾架車。嗱，如果當時丘吉爾從佢助理打開嗰棟門度上車嘅話呢，佢可能就會冇命㗎啦。事後佢嘅太太就問丘吉爾：點解你要換去另一邊坐呢？丘吉爾就話：當我要上車嘅時候呢，有把聲叫我要停低。咁我唔知係咪咧，上帝似乎咧就叫我要打開另一邊車門坐入去，所以咧我就跟住做啦。關於美國前總統林肯咧，都有一個咁樣嘅故事㗎。曾經有一位朋友就介紹過一個國員俾佢，咁但係見過面之後咧，林肯就冇用到對方喎。後來佢嘅朋友就問翻佢嘅原因啦，林肯就話：我唔係好鍾意佢嘅長相啊。佢嘅朋友就話啦：哇，你點可以咁以貌取人㗎？咁都好刻薄啫。
佢生成點樣佢自己都唔想噶嘛。林肯就答佢，唔係啊，一個人呢過咗40歲就應該為佢自己嘅長相負責噶啦。咁大家有冇覺得呢？就係點解呢兩個大人物都竟然係咁主觀，只係憑感覺就拍板做出咁重要嘅決定？對於佢哋呢一個嘅表現係咪有啲意外呢？講到呢一度，潛意識就有佢嘅角色啦。我哋都提到，潛意識只係關心眼前嘅嘢，鍾意即時、確定、簡單、舒適，呢一個都係屬於潛意識天性嘅部分。同時佢處理信息嘅速度係好快，至少可以達到每秒1100萬次，可以極其敏銳咁樣感知好多唔容易察覺嘅信息。呢一個係屬於感性嘅部分。咁而我哋嘅意識，即係我哋嘅理性思考，處理信息嘅速度只係有每秒40次，潛意識足足係佢嘅275000倍。兩者嘅信息處理能力有住天淵之別。咁就好似兩個人同時從北京去天津，一個係散步去嘅，而另一個人呢就係坐火箭去。呢一種快慢對比就會造成認知錯位。好多信息早已經被潛意識察覺到，但係意識仍然一無所知。譬如當你第一次見到有個人嘅時候呢，你就覺得有啲唔係好舒服，但係你仍然呢露出咗禮貌嘅微笑。咁其實表明潛意識呢一早已經察覺到有一啲嘅不良信息㗎啦。但係呢個過程係轉眼即逝，你嘅思維根本察覺唔到，反而呢就俾咗一大堆分析同埋理由，令到自己去接受對方。但係慢慢相處落嚟呢，你可能真係會發現原來對方呢真係同你唔夾㗎。只係可惜，當你呢喺呢一個醒覺嘅時候呢，你已經係忽略咗當初潛意識俾你嘅警告。所以我哋之前所講丘吉爾嘅做法呢，其實佢唔係迷信，林肯呢佢都唔係任性，而係佢哋捕捉到潛意識發出嘅嗰一絲微弱嘅信號，亦都即係話憑感覺察覺到潛意識發出嚟嘅資訊。所以作者話，如果人類喺學習同埋成長嘅過程之中，可以好好咁樣利用潛意識呢一個內置嘅高級系統呢，我哋可能會有意想不到嘅收穫。作者話，高手係要憑感覺嚟到學習，意思就係話呢，先用感性嘅能力去幫助自己選擇，再用理性嘅能力幫助自己思考。舉個例子，中國嘅學習專家李曉鵬喺《學習高手的3駕馬車》之中就咁講：唔理你而家係咩水平，呢一招咧都啱用㗎，就係憑感覺啦。嗰啲一眼就可以提出答案嘅題目，唔使理佢；一眼望過去就覺得好頭痛，唔知道喺度講緊乜嘢題目呢，我哋都唔使理佢㗎喎。只有嗰啲大致上可以睇到有啲頭緒，但係又要動下腦筋嘅題目，就一定要多做啦。呢一個就係中間地帶，係你能夠進步得最快嘅地方。睇唔睇得出當中嘅竅門喺邊度呢？憑感覺之所以被稱為頂級嘅方法，就係因為佢可以幫助到我哋感知到真正適合自己並且需要嘅嘢，俾自己處於學習嘅拉鋸區。如果單純運用理性，我哋通常會傾向同嗰啲學霸同埋天才睇齊，將眼光放喺嗰啲最難嘅題目上面，諗住咧可以點樣去追趕佢哋呢？相反，如果係順從天性嘅話呢，我哋可能就只會喺最簡單嘅題目上面打轉。所以單單運用理性或者係順從天性嘅話，都唔能夠達到最理想嘅學習同埋成長嘅效果。有一次我哋去睇書咁啊，如果單純運用理性啦，我哋通常咧就會睇完成本書之後咧，就花大量嘅時間去梳理作者嘅框架思路，表明自己咧係終於可以睇得明啦、睇得透呢本書。呢個方法咧雖然好似係最正路、最勤力，但可能之後咧你就能夠用翻嘅知識根本唔多。因為你冇運用到潛意識去幫你專注喺你最有感覺、最有關聯、帶俾你最多觸動點嘅地方。但係如果去順從天性嘅話呢，我哋好可能就唔會睇書，一早就放低本書去玩手機啦。有鑑於此，更好嘅讀書方法呢，或者就係當你讀完成本書之後，過幾日再問自己，其實而家剩低落嚟印象最深、最觸動嘅地方係乜嘢呢？意思即係話咧，要運用你嘅感性，
然後下一步我哋就再用我哋嘅理性去捉住呢一啲觸動點，去再做關聯實踐，咁我哋就會獲得最大嘅收穫，而其他嘅內容呢，就可以先放埋一邊。所以作者話呢一個亦都係佢自己睇書嘅方法，只係會睇全本書入面最觸動自己嘅一個點，然後盡可能去實踐改變，咁樣嘅閱讀唔單止收穫更加大，亦都唔會令你感到焦慮。潛意識嘅感性呢，總係可以幫我哋發現乜嘢先係真正適合自己，從而就引導精力投入，快速咁提升自己。因為喺拉鋸區裡面嘅學習難度唔會過難，又唔會過易，係最貼合自己嘅程度，見效亦都係最快，最容易產生心流。可見學習雖然唔係一件輕鬆嘅事，但係喺合適嘅區域裡面，我哋仍然可以體驗到輕鬆同埋有趣。如果你感受到嘅總係痛苦同埋無趣，咁極有可能呢係感覺唔啱啦。一係你就喺困難區嗰度煎熬，一係你就係喺舒適區裡面打轉。以上嘅內容呢，只係佔咗呢本書大概1/5，其他嘅部分仲有好多關於提升專注力、情緒力、行動力等等嘅理論同埋實用貼士嘅，唔係老生常談。對於想全面提升自己嘅朋友，真係好有用。如果你真係有認真咁去跟從作者嘅建議，佢所提出大部分嘅論點呢，都係可以立即應用喺我哋嘅生活之中，仲幫助到我哋檢視到原來自己日常係有咁多低效能嘅習慣。而且我覺得呢一啲嘅理論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喺而家咁急速變化嘅社會環境同埋衝擊之中，更加有信心咁樣去應對，可以揾到一套方法去裝備自己，同埋係不斷咁學習。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自己去睇下呢一本書，絕對係一個寶藏嚟啊！不過呢本書都出咗一段時間㗎啦，咁我就走訪過呢幾間大書局啦，都係揾唔到，但係電子書呢就好容易可以揾到啊！今集嘅分享呢就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中意嘅呢就俾個 like 我啊，亦都可以歡迎大家有啲咩感想呢可以留言俾我㗎喎，我嘅頻道係會定時更新㗎，記得 follow 啦〜